當你以為自動駕駛係未來科技，點知一部 Tesla Model 3可以喺住宅區路上失控，直鏟入一間磚屋，撞死一位76歲嘅婆婆。呢單發生喺德州系列嘅致命車禍，連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都要介入調查。最諷刺嘅係，司機同警察講，撞車嗰一刻部車正開住Autopilot。官方嘅公關講法永遠都係調查緊、配合緊，但係咪又係將個波交返俾司機，話佢冇監控系統？呢種邏輯就好似你請咗個全自動機械人管家，佢失手打爛你隻古董碟，然後個廠商同你講對唔住，但係你冇睇實佢喎，根本係將個產品設計嘅責任完美咁轉嫁俾用家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講真，成日吹噓自己嘅感知系統有幾勁，但連喺住宅區路上保持基本嘅車道維持同障礙物識別都做唔到，仲夠膽叫 Autopilot？ 根本係將用家當成白老鼠搵食啫，但攞人命嚟玩就太過分，抵死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